世棒經典賽5日上午11點，中華迎戰澳洲。為了方便市民為 Team Taiwan 加油，市府特別在永華市政中心以及新營區分別舉辦大型的戶外轉播，打造千古林中間的賽事 party。市長王偉哲也來到現場，跟真儕民眾做伙熱火應援，並親自發送小點心甲礦泉水，予現場應援的球迷。C 組其實台灣是蠻硬的，因為有跟日本啊，跟這個韓國，其實他們都把亞洲放在一起，所以這個我們的總教練才會說首戰即決戰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首戰如果沒有贏的話，後面就會很辛苦。因此呢，在球理上不能輸，在實力上我們也不會輸。那所以說特別的來許多好朋友接下來幾場仗我們都會來開這個讓關心的球迷來在我們市府旁邊來找一個這個很好的場地。今天的天氣很好，那希望這個 Team Taiwan 它的球運跟球技能夠充分的展現。立委陳亭輝也準備了600份野球甜燒餅，後來現場應援的民眾。第一天就一定要衝到我們的現場來幫我們的台灣隊來集氣來加油，所以我們就跟黃師傅說，我們是不是在第一天我們就應該有這樣的應援小物？所以很感謝我們的黃師傅，就提供了600份這樣的一個棒球甜燒餅，然後可以讓大家用甜甜的加油，甜甜的應援，讓我們的 Team Taiwan 應援必勝。除了今日台灣對澳洲的轉播，3月6號暗時6點，台灣對日本；3月7號上午11點，台灣對捷克；3月8號11點，台灣對韓國。永華甲新營同款攏有直播 party。市府體育局表示，賽事以5月1直播，現場還有樂隊演奏應援曲，應援氣氛相當熱烈，還有豐富好禮的 Q&A 活動。歡迎市民朋友樓頂招樓卡，做伙來熱情應援，為台灣隊加油。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